入围过这个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。是。你的名这本名吗？本名。江惠仪。是。这个要挽救呀，这个大师要挽救。对你啊。对我。哦，来，我是一位歌手，我是一位主持人，我嘛是你主持，你的主持是对。主持人，你的主持应该是南极神王啊。主持人。对。我各种的乐器拢会晓，所以我是一位天才。安尼好。啊，我说轿车啊，这真简单。我讲鸟头车呀，他名啊，轿车。鸟啊头。因为伊中文看唔到去。啊，你目镜爱挂啦。虾米啊，你看哦，你看到叫。为山，为水，为玲珑。欢迎节目主持人彭恰恰。我声一直吹，英勇无数，大家咧唱对。是，感谢，欢迎咱全世界好朋友到这来收看咱上较有气质的电视台——公共电视台。上较有节目，上较有推出的节目，为山为水为玲珑来讲台语，世界通。我是咱大家好主编彭恰恰我本人。哎呦，彭恰恰本人哦，赞哦！你本人啦。是啦，伊毋是本人，我台湾人。来，今日介绍来宾之前，当然爱安排咱大家即马愈会知名度愈来愈悬。听讲日家拢拢找要签啊，找要翕相。听讲食物件拢免钱，加油，爱钱。来，第语文专家陈安祖老师。为山为水为玲珑，彩冠比赛拢真痛。大家好，我是安祖老师，欢迎收看咱的节目。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。一般咱也较早咧看歌，这个布袋讲，哇，布袋拢个台语文言的发音就好听。但是大家人袂记，另外一种叫做歌戏。歌戏内底嘛有真文学的物件伫内底。曾经讲上河歌戏团的这个老师牛月玲老师，伊正咧搬戏时，为了要演出家将、出家人、出家事，所以头毛真正剃掉。真正剃掉，无简单。这是敬业的精神啦吼！而且这个牛月玲老师啊，伊写的诗吼，我今日要甲大家参考一句啊。水哦，呀，哎呀，哦，敢若画符啊，敢若画符啊，迄种，迄种成本迄种诶。这是写过来这一句，我感非常感不可思议的。哎呦！水哦，哎呦，水。这个字普通啊用伫姓读做叶无？叶，那用伫叶啊有无吼？叶啊。伊讲这叶啊已经黄去啊，花嘛已经埋葬落去。哎呦，暗夜拢充满着空蒙的气氛，但是伊读出都毋是安尼。叶已红，花已肿，暗夜已空蒙。这感觉的押韵哦。读安尼应该是对啦，因为是伊写出来的歌词，唱出来是安尼。老师，你感觉我读了对无？哦，你读起做迄种文学气味。感恩。叶已红，花已肿，暗夜已空蒙。是，感恩老师。今日为咩个做这个开场呢？因为符合今日来宾的气质。哎呀，是啊，唔是两个，是其中一个气质。我应该是。照节目的流程，来宾请用台语自我介绍，咱请查某囡仔先。
大家好，我是江惠仪，我本身是一个工程师，啊嘛爱就爱唱台语歌的，啊写歌是我的兴趣，嘛咧拍拼练习创作。创作歌曲，拍破鼓励。谢谢，多谢多谢。我入围过这个金曲奖最佳女演唱。是。你的名这本名吗？本名。江惠仪。是。你的老师是？黄山亮老师。黄山亮老师。读电脑方面的工程师，尾也变歌星。咱讲做一道，无一定是你学啥，无一定以后就创啥。像小弟较早我是读机械工程的。机械工程，嘛是一班工程师啊。对啦。车螺丝啦，车成这么无半撇，所以总于演艺界。没啦，碰过嘛是室内许青年呐，室内许青年。青年。斜杠族啦，是咧是斜杠啦。啊，斜杠，你是斜杠。导演，你是歌手，你是制作人，安尼斜杠伊就。对。哦。搞起来安尼啦。是。对家己的将来有啥物款的期望，还是安怎？希望讲会当继续用台语来创作，啊，种一寡较符合咱现代的生活，嘛记录咱的人生安尼。这个困要挽救呀，这个大师要挽救。挽接敢对？老师，伊拄仔讲挽接。一步啊？无啦，伊讲迄个，已经咧起毛摆啊。起毛摆，起毛摆变哪写？咱点捌听过起毛摆？对。就是性格的嘢啊。毛，倒一个毛。倒一个毛。无真正是迄毛。真正是这个毛。摆这是一个绘制，你看伊真正困落去啊。迄丢啊吼，那泡水，这是丢啊啦吼。泡水会乌去，所以咱就讲迄丢啊呐。歹去啊。所以歹是安尼来。哎呦。吼。起毛摆。是安尼写的。对，起毛摆。这这丢啊已经乌去啊，乌去就变歹去啊。起毛摆，啊若欢喜咧，颠倒变。起毛好。这碰过应该会啊，起毛。央。来。央。哎呦。央。哎。起毛摆。起毛央，啊，我做欢喜讲起毛斯布林央。对。斯布林央啊。袂是买着学着两句啊。起毛摆，起毛央。我后壁这位来宾哦，应该是起手摆，是叫起毛央无可以。起毛摆，对你啊。对啊。哦，来。请你用台语自我介绍。好，我的名叫做新良，我是一位歌手，嘛是一位主持人，我嘛是你主持人，你的主持人是对。主持人，你的主持人应该是南极神王啊。主持人。对。我各种的乐器拢会晓，所以我是一位天才。安尼好啊。毛你徛起来吃。出来哦。咱莫用唱，咱用讲的，好不？安尼哦。我即摆讲是啥人，你是啥人？但用台语讲哦嘿。咱首先用李炳辉来讲。李炳辉哦。大家好，这是中共电视台台语台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。画山画水画玲珑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香港的张学友。哦。用讲的。我讲足难的，这是中共电视台台语台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。画山画水画玲珑，多谢啊，多谢。搁一个好无？搁一个啦，搁一个。点着。我知啊。Here。贵妇城。哇，贵妇城讲台语。贵妇城老师，遐读做贵妇城。贵妇城。来开始贵妇城。这是公共电视台台语台，欢迎大家
欢迎大家准时收看，为山我去，为玲珑。好啦，即摆要来考一个真正对台语了解程度哇。好，我讲华语，你反对台语。那有可能啊！就简单的呢，甲车有关系。车车哈，来卡落来。我说消防车啊，我讲消防车，唔对，消防车唔对吗？消防车你直接翻绝对唔对，绝对唔是消防车。真的吗？我从细汉到大，我南部啦，拢安尼讲的。老师，伊迄是较少年辈啦，对所以拢是哦直翻啦。不过啦，较传统应该是水灵车、哎拍火车，他捌听过，拍火车、水灵哦，有水听过灵车、拍火车。水灵车。水灵车，我说消防车啊，我讲水灵车。对，哎，哎，我说垃圾车啊，我讲喷射车。小蛋，你喷就喷在大个地方。我这想想，想讲做有力的，我想讲笨做者。歹势，无委屈，无委屈。就那来笨手者，我听不见讲话。我想足紧张的，足紧张的。哎，我说小火车啊，我说小伙，看到再感谢，再感谢。我说小火车啊，我讲小火车呀，唔对，给你提示。五，哎，对，我说小火车啊，我讲五火车。五火啊，五火啊，迄是五火啊，五火。我说小火车啊，我讲五无车。一些时代无经过。对，老师，应该是叫五分仔车，伊比普通的火车较细。啊，伊是用来载甘蔗尔，所以叫五分仔车。我说小火车啊，我说五分仔车呀。哎，对啊，这条较困难。我说台车啊，台这一下，台车就是一种一个平平安尼有无吼，啊对吧？台更较细台，搁较细台，比火车更较细台是五分仔车，搁若较细台是咧载物件，甚至哦，你若去有来，对，有来即马搁有迄台车，迄个是轻便车，哦，所以轻比五分仔车搁较更较细，细台。嘿，迄用人拖的嘛，无伊嘛是用机械咧载。机械这是叫二分啊，仔车嘛。弄磅空弄来弄去，我好算的。对，有来，所以叫做轻便车。轻便车，我说台车啊，我讲轻便车，记哈，哎，是。我说捷运啊，我讲捷运，捷运哦。对啊，这边是现代词嘛，水现代词应该是直接翻过来嘛。对啊，因为伊这车吼足捷民捷嘛，所以叫捷运。哦，捷运，对，捷运，过来这里应该要坐过。我说野鸡车啊，我讲野鸡车，哎，我嘛有坐过啊。在 QK 有无哈？哎对。野鸡车，我说小货车啊，我讲发财啊，所以我在。我说拼装车啊，我讲平装车，哈，拼装车，拼拼装车就是甲迄物件倒有当时改装有诶无诶？改装哦，拼装车，阿萨布鲁车，改这个有较改装困难。的，当公仔车，诶，啊，当讲我这原来是安尼讲哦。当公仔车就是拼装车啦。系啊。哦，对，我当作是老车，也是讲乌油无加吼，啊，引擎歹去爱喷乌色叫烟当我车。迄是白杂仔车，哎，白杂仔喷乌烟。哎，无共款吼，白杂仔车就是讲啊，路迄台安尼乌烟直装，迄叫做白杂仔车，所以拼装车伊叫当公仔车。当讲我车，哇，那，我说轿车啊，这真简单。我讲叫头车呀，他们呀，轿车，叫头，那是油啊。叫头车。然后因为伊中文看唔到去，目镜爱挂啦，你乌看都笑也好，你看到轿，轿车叫就是叫，赶快是叫啊！为叫开始是。我甲你讲，较早迄个，拢无度数。较早好个人咧，使开轿车拢什么色？哦是啊对啊，
过一个，我先啊无爱，过一个，我先啊无爱，我从来无爱。我说轿车啊，我讲芋头车。嘿啦，轿头啊，下次因为平常时啊有咧食头白，不然我无大字报，哪有大字报？无啦。我说吉普车啊，我讲我那下困难，吉普是最简单的。一坡唔是，是最简单，直接甲翻过就对了。是地番，地番是伊吉普车就是伊翻过来啊。基本是哦吉普吉普啊，对吧？吉普我来去。我说吉普车啊。我讲吉普，好。哎，我娃娃。那你是你主持，我主持。是哦，哎呀！我说脏车啊。嘿，脏车有无？偷看车去的。我知。这简单，我应该提示才清楚啊。偷看的。是像头。我说脏车啊。我说踩踏车。嘿妹，你较在行业啊？我说载货脚踏车。下面是载货脚脚踏车较早后边迄个架有无？后边那是坐人有无？后边架较大的，会使物件绑在顶上。是三轮车吗？还是？不是脚踏车，刚刚是脚踏车。两字呢，最简单啦。哎呦！我说载货脚踏车啊。我讲母车。好，这里。你讲我。这最简单的啦，你有经验。我说婴儿车啊。我讲。恁兜无哦？我说婴儿车啊。我讲林母车啊。嘿啦，普通都加一句林母啊车。啊，林母啊车。不是林母啊，林母。林母啊车。你囡仔应该有坐的嘛？有啊，就知影嘛。哎，我来看，林母车摕过来啊。哦。我说学步车啊。我讲学步车吗？行路车。囡仔有无？囡仔坐咧有无？后尾啊，迄学行咧呀，迄叫做学车吗？学行，应该袂使讲学行车啦。老师这款就叫做。这有两种啦。哎呦，一种是安尼，囡仔好塞去行时阵哦，头前个物件起口，迄叫人家加角仔里啊，叫加角仔车。哎呦，啊，你头壳碰个你比迄是较圆的，对唔对？啊，囡仔一落去中，安尼学行，迄叫拉牙车。因为亲像拉牙呢。哦，拉牙车。哦，拉牙。我说学步车啊。我讲拉牙车。哦，就对了。水。我拢遮困难呢。怪。无啊啦，无啊，到这就好啦，我是不该讲到这。好，你都来俗语讲了好。这个天才阿良啦，哈，这个天才阿良是一位非常有正义感的少年人。吼，这点吼，甲因阿爸吼有够像的啦。啊，这个阿良吼，当年伫外地咧拍拼食头路啦。啊，舅舅阿公倒来厝里甲阿爸安尼哦，抬杠啊，一个拄啊好拄到这个年假啦，吼，啊，拢倒来厝内底。啊，一天吼，甲因阿爸吼安尼出去外口安尼行的散步抬杠啦。啊，到底吼会拄到什么代志？咱继续来甲看落去。哎呦，嘿，爸爸，嘿，哎呦，最近哦天气真冷，啊你爱家己照顾家己的身体吼，莫去寒着，莫去感冒着。是啦，嘿，天气寒应该是你较有感觉啦吼，你头壳皮慢慢去寒着啦嘿。哦，我知。我家己会照顾我家己啦，莫烦恼啦。好。啊，这有一个医啊哦，我已经行三工啊吼，拢无坐，咱小坐一下。咱行3工啊？已经3工啊。咱兜无车啊？无车，无，拢行路的。好啦。阿爸，你坐。好啦。哎，你莫一直烦恼我啦，颠倒是你啦。你安尼规年趟你拢伫外口做事啦，我毋知你最近工作做了安怎？哇，我咧做生意足辛苦的，逐工爱陪人啉酒啊你哦。啊，我身体嘛，啉酒要注意啊！啉酒过肝，啉这是过山。安尼哦，听有无？什么？啉酒过肝，啉这过山。哎呦，过山去过山顶有啥意思？就是，你山顶就是我若送你去就麻烦啦，较少啉咧吼。迄个物件毋是短聚会。你山顶做
佢管理个烟了。山顶困啦，毋是管理。哦，那哦哟我，是叫你莫啉遐济，安尼知毋知啊？我知安尼把用心。好啦，你拼事业以外，啊你安尼生一个，你敢有拍算要生第二个啊？我拢准备好啦好。啦。随时都会使我讲你啦吼，真正吼，逐摆拢安尼讲啊，讲袂听，啥呢哈？我叫你讲迄边，啊你往迄边去哈，啥呢哈？啊拢无爱听我话，啥怎哈？我甲你讲几摆，你也无爱听哈？哈，你当作我是塑胶的哈？你当作我是塑胶片哈？哈，讲袂听哈？你这个查某人我咧讲啊，无救啊啦！哎，其实吼你，讲迄查甫的甲那迄查某囡仔美甲安尼哪样？对啊，想离谱啦。哟，我甲讲一下吼。对，你这样你看以后个面皮真正有够厚的啦。爸，安尼这人袂使，一个查甫人哪会使安尼欺负一个祖人诶？迄查某囡仔应该是查某囡仔，祖囡仔看起来就敢祖人。恁某才恁某才是查某人，安尼吼，无我来看情形到底先怎？爸做你，做你。好来，我咧讲话吼，讲袂听哈，要讲偌济件哈，讲袂听。哎，这先生啊，你哪会使安尼讲骂甲安尼？人若嘛是爸爸妈妈生出来查某囡仔，你甲疼痛。歹势吼，这位逆上，我靠拍你嘿，你哪会来管我用啊代志哈？别你，阿爸你少年啊，嘿。讲话遐歹是要创啥？对毋？阮是来甲你关心一下尔嘛，哈。关心你莫伫遐啰嗦好无？这无款你的代志哦。阿爸，我来，来，你这个查甫人，你敢若会晓欺负祖人？查某囡仔，你这个臭鼠啦！你就是一个光头的臭鼠啦！这奇怪你那咧骂人才奇怪哈！我教阮女朋友讲话啊，到底关你什么代志哈？女朋友？伊是你的女朋友？是啊，你的女朋友是伊？是，你是食饱伤用的啊！关别人的代志，要创啥你啊？baby，你是咧玩啥啦？唔是啊！阿良啊，是咧，你咧创啥啦？你莫七，咱无啥咧先冤家型哦。我即嘛唔知影是啥物情形啊？哟，有淡仔奇怪呢。唔是我咧讲，咱奇怪吼，这两个人足奇怪走来甲我骂啦，讲我咧欺负你啦。你就是咧欺负查某囡仔。你唔通讲安尼啦！baby， 你看啦，我对甲错吼，对拄只吼，个甲伊才足奇怪呢。你看，你也讲。请问恁两个是有啥物代志啊？请问一下。查某囡仔，是，阮是来甲你解救的啦。是，甲我解救。嘿啦，无啦，过两工是我去面试做演员啦，阮男朋友在陪我练习搬戏。伊两个嘛较帮忙的，实在是阿公带细姨，baby，咱来走啦，莫甲吵，无无聊的。恁两个，那安尼？伊讲拄我听到阿公带细姨来，讲第二句俗语，请了。你吼实在是吼，我无爱讲你啊啦！你这个查某人，我来讲，你无救啊啦！哦，这，那冤家。你哪安尼骂，讲骂哈？去管。你做人袂使安尼哦。这位先生哈，这位逆长，我刚好捌你哈。我来关心。你讲的遐歹是要创啥哈？我是甲你关心一下尔嘛。关心，你莫伫遐啰嗦哦，这无关你的代志哦吼。阿爸，我来。你这个敢若会晓欺负查某人的臭鼠啦！歹势要喷水暖，歹势。你安尼骂人较奇怪哈？我甲阮女朋友讲话，到底关你什么代志？什么？女朋友？伊是你的女朋友？伊是我的女朋友啊！你的女朋友就是伊，我的女朋友就是伊啊！你两个是什么关系？伊是我的女朋友，对。你是食饱伤用吼，管人家厝内底代志是要创啥物啊 ？baby， 你是咧吵啥啦 ？baby， baby 的意思。那感觉看起来应该无啥咧冤家款的。我即嘛无感觉莫名其妙啊！哟，真奇怪呢。我唔知吼，这两个奇怪的人吼，走来甲我骂，讲我咧欺负你啦！你甲讲，奇怪。无请问两位有啥物问题哈？
查某囡仔，是是阮两个是，是来甲你解救的。甲我解救。无啦，过两工是要去面试做演员，查某朋友就陪我练习歌戏啦。因为嘛较帮忙的，实在是阿伯啊爬山，够无聊的，咱莫插，无聊。咱两个是家暴的。我唔知。阿伯啊爬山，拍破鼓咧，来，恁两个真少咧搬戏吼。较少。来，拄则这查某囡仔讲哦，因是咧咧讲啦，其实男朋友是咧陪，讲明仔载要去面试，要去做演员咧搬戏。啊，这两个家暴的这阿伯仔囝哦，你共插代志，插到这两个这查某囡仔讲，恁两个是第一个叫做阿公娶细姨，这个情形啦吼。就是阮两个这个情形。第二叫做阿伯啊爬山。这款的物件赞成第一句阿公娶细姨的声，举手。两个。阿公娶细姨。安怎讲？跟我讲，甲人无关系啊，就是迄是伊的代志。阿公娶细姨甲人无关。哦，你是讲恁来讲，因来讲别人阿公要娶细姨是因兜的代志。是啊是啊。甲你也无关系。对。恁这边就是赞成讲第二句阿伯啊爬山咯。无。你无拄啊！你一定第一句你无选，你一定选第二句啊。无，我第一句、第二句我都唔知啥意思。所以我徛中啊，叫使，到徛中啊就。所以你无意见？我无意见。好，你的想法是？阿伯啊，爬山就阿伯啊，就是真老啊，啊伊搁去爬山，啊就无事找事啊。真侪老人早起起运动，拢有去爬山，伊根本无事找事，伊根本咧运动。阿公唔是个愈老。咱讲吼，路见不平，气死迎人，所以拄着代志爱去甲关心，这是对啦。不过有时吼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人出来代志你若管伤济吼，你有时吼管伤济，人会嫌你家婆，所以阿公娶细姨就是安那加一个阿婆。咱以前讲吼，翁亲、母亲、老公婆啊拍车恁，所以老公婆啊拢是牵牵做伙。所以阿公娶细姨是家婆啦。那这问题吼，阿爸娶细姨咧叫啥？叫一种动物。家母。家母。家母。地老师就搞呢吼，真厉害，真厉害。雷老师呢？老师。来第二句就是讲阿伯啊爬山，伊爬山的时阵吼，尤其若较惊，咱愈爬哪喘。对。所以有时吼，若阿伯啊拄着较惊的吼，伊就徛伫边，我小喘一下。所以阿伯啊爬山就是边啊喘的意思啊。阿伯啊爬山边啊喘。边啊喘。所以若讲照内底所搬出来内容，人咧搬戏，人咧训练，甲你若无地带，啊你搁讲东讲西，所以应该是阿伯啊爬山吼边啊喘啊，这无恁兜的代志啊，莫来遮插安尼啦。哦，所以。你那边乌白以为是对的，好，不要紧，问对唔对拢一回事，咱了解两句的意思就好。来，拍破鼓励。吟诗作文真趣味，这首台语吼，应爱小可速度爱去紧小看。啊，江小姐。啊，是。手提一匹布，行到双车路，赶紧入当铺，当钱1150，买了一大厝，转到石头仔路，看到一只兔，啃了醋，遛了兔，抓着兔，烫了裤，包了兔，兔搁夹破裤，走了兔，约了兔，车倒错，嘛无裤，嘛无醋，嘛无布，嘛无兔。应该在搞哎。这应该是弄得错。弄的。但这字我无啥捌，这字老师，这字是啥？坑，甲醋坑落醋，甲伊要打的醋，甲坑的边啊，坑落去醋。好，咱听这个先生。买啦。来了。来，这你使用别人的开口，用迄个贵妇型的嘛，无要紧啊。是。一、两、三、四。手提一匹布啊，行到双叉路啊，赶紧入当铺啊，当钱1150，买了一担醋啊，打掉做石头家路啊，看到一只兔啊，啃了醋，吐了吐，抡着土，退了苦，包了土，面无加泡泡，行了土，出了面，弄到土，嘛无苦，嘛无醋，也无风，也无土啊。听你乌白兔，请会，不要听真正好好。老师，这爱互你来者，
正卡甲阮卡者，手提一匹布，行到上济路，赶紧入店铺，顿钱1150，买了一担醋，啊，打到石头路，看到一只兔，放落醋，录了兔，抓着兔，脱了裤，包了兔，兔哥夹破裤，走了兔，录了兔，弄倒醋，啊无裤，啊无醋，啊无布，啊无兔。谢谢老师。对啊对啊，老师到尾有到那是敢若500咧唱歌的。这小可听一下，再个接落去，了解吼。来，各位同学请起来。最后大家卡一摆，对唔对？无错。来，1、2、3、4。手提一匹布，行到上济路，嘿，赶紧入店铺，顿钱1150，买了一担醋，打到石头路，看到一只兔，放了醋，入了兔，抓着兔，脱了裤，包了兔，兔哥夹破裤，走了兔，入了兔，弄倒醋，也无裤，也无醋，也无布，也无兔。谢谢，感谢大家，后日继续收看《为山为水为林中》。今仔足欢喜，来到遮，伫咧即个画山画水画玲珑，学着足侪物件。其实台语是一种足水的文化，嘛是足水的语言。我嘛希望家己会当加用一寡伫咧生活当中，会当互咱环境更较侪台语的文化，做伙加油！大家好，我是新龙嘿。哎呦，恭喜！今日真欢喜哦！来个画山画水画玲珑啊！学到真多迄个闽南台语吼。这台语哦，真深，搁真水，敢若唱歌共款安尼吼，嘛真有气质。所以讲今日啊，我感觉讲这个机会吼，会使学到真多我之前唔捌听过台语相信大家观众朋友嘛学到真多，心内真欢喜，心内欢喜哦，心情就真好，心情好，身体就健康，身体健康哦，就赚足侪钱安尼。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